要好友賺返利贏獎勵推廣變收益。金明中國與你共享增長紅利。金明中國貴金屬交易平台為回饋每一位用戶的認可，打造了2套適配不同用戶的聯盟計劃。推薦計劃適合每一位普通用戶，用階梯式權益和團隊互助機制，真實的體驗分享，良性的社群互動越多，對應的價值回饋就越豐厚。廣告聯盟更適合長期做社群運營、內容分享的投資者。規則簡潔直觀，權益清晰透明，2套機制全程零門檻、公開透明，只為回饋每一位真實體驗、真誠分享的用戶。金明中國始終認為，平台真正的成長來自每一位用戶的真實體驗，來自每一次真誠的溝通，來自平台和投資者雙向的信任。長期以來，金明中國致力打造長期、穩定、透明的投資社群生態，讓每一位用戶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，每一次真誠的分享都可以產生價值。不追求短期的流量泡沫，只堅持同每一位投資者長期同行，穩健共贏。而且參與方式十分簡單，完全沒有複雜操作。打開 APP 進入聯盟計劃專區，揀選適合自己的分享模式，系統會自動生成專屬連結同二維碼，只需要將專屬連結、二維碼分享出去，好友透過渠道下載冊並完成啟用，就可以自動解鎖對應嘅權益，全程自助，規則透明，唔會有任何套路。